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哥刘浩明。人家常常会讲艺术一件事情吼，其实艺术都係我哋艺术家把伊有嘅想法，利用譬如講文學啦、雕刻啦、繪畫嗰度嘅方式，把伊自己嘅想法還有感情去表現出來嘅方法。你今日請到來賓咯，係來自我哋彰化嘅黃美婷。伊係一個軍人強嘅時間，伊萬細後都想要做一個藝術家，但是伊後來讀大學嘅時間，你同人哋客家文化有一些接觸嘅喲。都係喺接觸某個東西，一道東西係咪有影響到伊後來睇伊嘅藝術文化表現咯？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黃美婷，美婷來到我們現場。美婷你好，主持人好，然後大家好，我係黃美婷，我來自彰化。歡迎美婷吼，其實美婷啊，我哋算是過久以前同認識嘅啦，吼，你想頭到一頭嘅一開始講嘅，客家好，我係黃美婷，因為一幾番哦，我哋幾時間其實聯繫了幾多番，但是中華我聯繫哦，在香港人同人講，美婷，因為其實您來我們這個節目其實也算是第二次了嘛，哈，很早期之前來過一次，然後這次好久以後，然後我們又看到那麼多作品，然後你又來我們的福氣來了，那是不是在我們節目開始之前，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好不好？目前在台中的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裡面進駐，工作室叫純粹路人甲，甲是假裝的甲，純粹路人甲 Margot。那我大學的時候是在屏東教育大學念書，然後也因為這樣的緣分才認識客家文化。那在那段期間，就是有到客家文物館去當志工，所以才有不斷跟客家的一個緣分存在到現在。嗰時頭都已經有講到講，嗰時節喺屏東從大學嘅時節，去我哋那客家文物館去做志工嘛哈，然後如開始有接觸到客家文化，可是那個時候你只是去當志工啊，為什麼會開始接觸到客家文化呢？一開始是因為我在那個曾婉婷藝術家這邊打工，然後那時候騎着腳踏車就會到林落那個他的藝術工作室，對啊，當時在路上有看到一個旗幟，就寫逐夢。我那時候就想說，逐夢這個詞我一直都很喜歡啊，到底是在做什麼？對，那時候我就回家 Google 一下，在竹田一個客家文物館啊，說實話我真的沒去過，然後我又回去查一下啊，很有趣的是，我就開始去留意到說逐夢計劃這件事啊，後來又在網絡上搜尋到可以去那個免費吃住的活動，就是六堆設計營，然後還會帶我們去認識客家文化。反正我覺得就是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去接觸不同的人，或者是說去體驗不同生活，所以當時就剛好也是被派到竹田客家文物館，然後我們創作的是那個六堆的那個公仔旗，對，那時候有得到客家精神獎啊，只是就又很有趣。逐夢當時我們有一個保證班，對，就是那個美玲處長啊，然後孝明老師。就是你們有一起幫我們這些想要申請計劃的人，然後做一個練習。那我覺得非常印象深刻的是，因為大學我就是非常沒自信，然後只會自己在那邊畫畫啦，或者喜歡去爬山這樣子。那我記得在面試那時候練習，好像每一句話講到尾聲的時候，我就會很氣虛，然後就會沒有聲音。那我那時候蠻感動的是，你們就鼓勵我說，美婷，其實你講的夢想，就是你想要做的這個計劃，繪本插畫、童話，讓夢想和生命無限大，這個其實對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那你如果可以，就是把一句話講足，然後只要有信心就可以。那我那時候其實就真的就往這個方向去努力。然後後面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的培訓班，好像幫我們練習2次那個面試吧。然後一直到我們要上去以前，都還有再確認一下說，我們有沒有哪些問題想詢問？所以這個我覺得對我的幫助很大。那也因為這個逐夢計劃影響到我，其實後面這10年，雖然我在當駐村藝術家啦，或者是現在有一點要轉向教育的這個層面的時候，其實我覺得這些看起來有點變化啦，或者崎嶇的歷程，對於我在教學的分享上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10公年了，伊蛮记得嘅件事情。一定有人想讲，那本学理非嘅人吼，伊哋改好嘅伊哋印象，至少伊唔係學你嘛，你係好容易，但是你改努力地去學習一部分的學法，至少我俾伊哋會改好印象。冇想到10公年了，伊蠻記得也這段開場白哈，所以說沒想到10幾年來，你還記得你的名字黃美婷客家話怎麼講？所以說，其實那次的逐夢計劃，你後來去了什麼地方啊？我去了德國和意大利，然後為期是90天。那當時的內容就是有3個部分，有一部分是去走訪格林兄弟的童話大道，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修習第2外文是選德文。那時候我其實就想說，如果有機會可以真的去那個實地去練習看看，或者是有機會去那邊念書的話，一定很棒。那可是我的家庭環境可能沒有辦法去支持我這個部分，然後我真的就一直在找這樣的資源啊。後來逐夢計劃它就是要讓我們去實踐自己夢想，我就想說，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地點、語言，然後還有跟繪本我喜歡的事情串聯起來。然後格林兄弟剛好是從那個德國法蘭克福附近的那個小鎮，然後一直到布萊梅。那我就想說，哇，這樣我就可以一路旅行，然後同時可以看看說，一個成功的文學家，然後繪本作家，他是怎麼樣在怎麼樣的環境下生活或者求學，然後成為一個教師之後，他那種是怎麼樣的氛圍去培養出這樣的人。對，然後所以那時候第一個部分是寫走訪格林兄弟童話大道啊，第二部分是希望可以在過程中可以去大學或者碩士班旁聽課程，因為那時候我上那個黃麗鳳老師的德文課，老師就一直鼓勵我說，如果有機會去德國的話，那邊就是他們是開放，就是學院是開放，如果我們在當地旅行，其實你只要去教務處問說，有沒有那個藝術相關的課，你就反正就問關鍵字啊，他們就會願意讓你去上課。其實我本來不太相信，因為我自己在台灣受教育的經驗是，我們有些課還會擋修啦，或者是不願意讓外系的人去聽，但是他們真的就非常的開放心胸，然後讓大家可以參與，這個也是讓我非常驚豔的地方。然後第3個部分就是去意大利波隆納插畫展。對，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其實有生病一段期間，那當時我真的就是睡醒的時候我就在看繪本，然後有看到一本繪本叫《美女還是老虎》，那這也是對我一個人生蠻大的啟發，所以我就希望說，有沒有機會去波隆納插畫展現場啊，順便去羅馬競技場走一走，看一下說，這個繪本發生的場景，它當時到底是怎麼樣的感受，那我去現場又可以有怎麼樣的情感連接。所以說那個時候你的逐夢計劃通過之後，你的心情是怎麼樣？啊，超級感動！我記得那好像是跨年。我剛聽你那樣子講，我真的會覺得說，哇，這個行程，有一點點遠呢，因為你幾乎要從法蘭克福轉機轉到德國之後，然後開始往南德走嘛，對不對？我就從南德的法蘭克福是，然後。其實我約3月20幾號那時候是波隆納插畫展，是我在老奶奶家住了1個禮拜之後，就馬上去波隆納，是對啊，再回到德國繼續走格林兄弟童話大道。是哦，所以說你是先到那個德國，然後又到波隆納，然後又再回德國就對了。對，哇，其實是行程真的是。來回回，對，那3個月，尤其那個經費先撥一半哦，那時候實在是有夠吃緊，第1個月就都吃吐司加果醬，然後還不敢搭遠程車，就是當天的車，因為沒有補助，所以都用走路背着大背包，我覺得好悲傷。不過我真的是現在想起來，那真的是年輕人才會做的事情，對，很熱血，很熱血，但是卻是充滿了理想，因為其實這一路上是你想去做的事情，從以前。對，其實這些歷程我今年度在國中有教美術，然後其實不是我覺得啦，只有一部分的孩子是真的就是在主流文化啦或者學科之中可以被老師肯定，啊有一些其實就是有一點像8+9啊，或者是說比較對於那種體育類的比較有興趣或還找不到人生方向的孩子，我其實有一節課我就跟他們說，老師來跟你們分享說我在大學的時候，那曾經拿到課委會逐夢計劃，那
因为我的兴趣，还有我这个年轻的热情，然后去走访德国和意大利，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不是说每个家庭都可以去支持你的梦想，可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试试看。其实我就透过1节课的简报时间跟他们分享啊，然后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在分享的过程，孩子就是会有几个眼神就是有点泛泪光，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可以理解到说，虽然我平常可能在班上并不会被老师看到，可是我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逐梦计划就后来有点可惜，因为一些因素而停止，然后可是我发现它好像在我们每一个计划人的心中就种下一个种子，那大家都是往这个方向持续在努力，然后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分享。所以说等于是说那一次的客委会的逐梦计划，其实对你人生的一个进程里面算是很重要的一段。我觉得它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可是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可以那么坚持在艺术的道路，或者说为什么这10年虽然我选择的工作类型，然后就是在台湾里面其实应该不是很常见，或者不是很轻松的一个走法，可我会很坚定。我真的觉得是逐梦计划当时让我看到比如说德国啦、意大利他们的教育现场，或者是说人家这样的氛围之下怎么样去塑造一个人的人格，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的影响非常大。或者对于好多媒体的讲法，底部我都发现到讲，一啲好嘅政策真是会影响生人的一生。首先下我等下我就马上过来。翻过来，复起来耶！上一节目我就来自中华的王美婷，同人讲，当初很想同人客家文化有一啲接触，后来又顺向到我们客委毕的逐梦计划的。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说你们后来因为逐梦计划去了德国的大学旁听嘛，然后也去了波隆那。那这部分我们先讲德国的那一部分好了，因为你刚刚有说，其实之前你有修过第2外语是德文嘛？可是你这样子的去那边去听课，就是听得懂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我去听课的时候，其实大概只能听出关键字，因为我当时修1学年的通识德文，其实能力没有很好，要翻字典。但是艺术有很棒的地方，就是因为非语言的特质。是。然后我从小就画图，所以其实大概可以猜出老师在教什么，然后我就可以跟着做。那其中一门课就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卡塞尔大学，就其中一门课它是大学部跟硕士班一起上，然后其中那一天是刚好一个硕班学生在分享他的整学期的一个创作。那当时就我进教室发现说，怎么会有一个同学然后翘着脚另一个女同学帮他刷皮鞋，然后而且就是一堂课这样在进行，然后也有人在旁边抽烟。那老师就放任他们各做各的事，然后整个教室还蛮，我觉得是有点脏乱，对。可是当时报告的过程，大家可能有的低头然后或者在聊天，到结束的时候，老师就请大家说，请同学发表意见。哇，每个人手就马上举起来，神速的举起来，而且非常有想法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是对对方的一个建议。虽然那个内容我没有办法听到很仔细，因为语言能力还没有到那么好，可是其实你从语调啦，还有他们那个眼神，你就知道说他非常认真在听。那当时我就还蛮好奇，因为我从小可能也是都那种乖乖的然后顺从老师的期待，成为一个好学生。可是我开始疑惑说，其实教育好像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遵守很多规矩。例如说，一定要乖乖坐好看着老师，然后要提问之前一定要举手不然这样就是坏学生。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放松，那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去要求，其实孩子可能一开始被打压完就想说，那干脆就不要说话好了。对，
这个是我在课程，然后到后面我自己的学习反思，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部分。等于如果我们平常我们希望我上课时间一定抽规章啦，然后谈好给我们的新人讲法，然后有冇问题但是可能是相反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正襟危坐这么听课，可是真正要去表达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表达。那反而是在其实那个现场里面，说不定他看起来好像吊儿郎当在做到自己的事情，但其实是他有在听到说，他可能真的有在看到说他自己本身的艺术理念是什么。可是我可能觉得不是很赞同，或者是我赞同，但是一直等到我可以表达意见的时候，他们就永远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对，这个其实也连接到说，我后来研究所的过程，我带一群特殊需求的孩子进行艺术育疗。那这一群孩子，因为他们是特殊生，可能有犯自闭症啊、情绪行为障碍，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去看着你，然后或者是说乖乖坐在那边听你讲话。我本来个性我也不太想要被管或管别人，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有在听，我可以感受到，那我也不会特别去强制他们。我觉得也是跟这个经验有一点连结，就是我觉得如果孩子是有所学习，然后他在创作的过程是觉得很享受的，那我觉得这件事就已经有达成目的了。不一定说他乖乖的要正襟危坐，然后什么都不讲才是最好的方式。等于如果其实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希望你真的有学到东西，就是说教育最后的目的真的是希望说你有学到东西。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强调学习的过程一定要达成某部分的要求，反而是忘了其实是说，其实真正到底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上个硕士班还有一个感触很多社会化的大人其实坐在那个场域，他也没在听你讲话嘛，但是他很社会化，那你请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也不会发表，因为他不想要跟你产生对立冲突。那这样我发表的时候，请你也不要给我任何意见哦，他只想要平平顺顺的过完这一生。所以我就觉得这很重点，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为了自己喜欢的事去提问？那我们是很真心的提问，并没有要造成任何人的不方便或困扰。这我觉得也是那一门课程虽然短短的几十分钟，可是我觉得对我人生有蛮大的影响。那你那个时候去德国念书的时候，所以说真的就是像就是说一般来说，你只要去教务处登记说你要去听，那老师都不会有意见吗？也连登记也没登记，就询问完。对，而且你进到那个教室，同学们完全没有觉得你是一个东方脸孔，很神奇，他们好像很习惯。然后反正我都会打个招呼，问说我可以做吗？他们也不太会怎么样，就你要做就做。而且其实我在卡塞尔的时候，很多很热心的同学，就是我在路上问问题，他们就说，我认识一个好像东北来的女生哦，然后我觉得她应该会跟你很投缘，然后他们就西方人，然后他们就带着我去找那个东北女孩。然后其实我后来会去拜访学校，跟他也很有关系，因为我有跟他说逐梦计划先补助一部分经费，可是我好想要去看一些学校，然后他跟他先生就给我一些建议之后，然后叫我就去他们家蹭吃，然后他们还鼓励我说把青年旅馆退掉，去他们家睡沙发就好。他们希望我把钱存下来，然后可以去柏林看艺术学校啦，然后去汉堡看美术学院。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那种懵大，就是傻傻的，可是真的一路上就是非常多人在帮。是，也就是说年轻时候的那种冲劲啦哈，其实也会让很多人去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假如我可以帮你一个小忙，然后让你去看到更多更精彩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一趟去德国不简单。因为我能讲到波隆纳画展嘛，因为我的从头我谈到也名的，但是呢其实唔是现场的情形很有。那是不是可以请美婷跟我们大概说明一下，比如说波隆纳画展，它是一个怎样的一种展览的方式啦？然后它是不是有区分呢？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只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但是不知道当时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波隆纳插画展，它如果跟台北国际书展比较起来。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体规模还有完整度就是差很多。
台北国际书展它可能就主要是在一栋里面，然后可是波隆纳它大概分3到4栋，然后里面就有包含当年度得奖世界各地的童书创作者，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办不同区域的那个沙龙讲座，然后接下来就其中一栋是出版商，他们会在那边设摊位，然后我们这些创作者呢，即便是你没有投件，或者是你只是学生，你也可以拿着自己的作品去那边跟他们分享，或者是问问看有没有可以合作的未来的可能性。对，然后其中一面比较大的展墙，那是我们如果去现场的话，可以在那边自由的去放上自己的作品。所以像那一天我一到现场，因为竹田客家文物馆有送我100张吧，我记得是4款还是3款，我们画阿敏谷的那个明信片，然后就想说，那我来打人海战术，就是我在那个展墙，我就想我要大概拿几个段落，因为很早去，我就开始贴我的作品，对，然后贴完之后，有一些创作者是会在那边放他的名片，因为他们可能去过很多次，就知道说，可以放自己的那种名片盒，他们其实会贴立体的，然后有人是把书一页一页撕下来，直接放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让人家可以索取，或者是做那种很像租屋的小条子，让人家可以撕。那我觉得那算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呈现方式。那里面我自己后来16年我还有自费去一趟，我觉得最喜欢的展位应该就是那个剑桥艺术学院他们的区块，因为他们会让毕业生在里面展出他们的作品，可能有一些是仿成输出品，然后还没有正式出版，然后也有对照出版品这样子，然后他们的学生也会在现场，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就比较有一个实验性质，然后也比较新颖，所以很吸引我的注意。那后来这样子，你在波隆那待了多久之后，又才回去德国去旁听啊？波隆那走完的时候，其实我还有去那个罗马竞技场，因为刚刚有提到《美女还是老虎》那本绘本，对，然后去那个过程，反正我还有遇到一个女孩，她那时候是在英国念插画硕士，然后我在展墙贴我们那个竹田文物馆那个圆楼，然后还有忠义祠的时候，她那时候有问我提到，就是问我说，你是台湾人吗？然后那时候我想说，累得要死，他到底要干嘛？然后他又问我一次，我就说对啊。然后他说，那个就是他那时候就问我要不要去他那边住宿啊。然后结束之后，他又有跟我提到一句说，我之后要去威尼斯哦，威尼斯很漂亮，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来找我。那当时我想说，我计划书又没写到这些事情，我怎么可能会去？而且也没那些钱。但蛮有趣的，就是我在那个过程，因为去罗马住到一家很糟糕的青年旅店，然后当时就有发生一些意外，因为晚上的时候那个有一个男子，因为我住混宿比较便宜，他晚上就一直说他很冷，叫我去跟他睡觉，然后我真的是去请青年旅馆的人帮忙，然后或者是说我在青年旅馆就直接问其他住客说可不可以帮我，因为我说这个很恐怖，然后大家都赶快装作没事。虽然我行前看旅游书，他们有说意大利的治安不好，可我没有想过会那么糟，然后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里面，躲了一整晚，一直发抖。对啊，这也蛮有趣。就后来我发现，人家青年旅馆就一间厕所，我在里面，大家怎么上？对，就一直有人敲门这样。对啊。在意大利我就待了大概2周的时间吧，然后才再回到德国去。对，那时候又开始从格伦豪森小镇，然后一直往北边走，然后到布莱梅这样。可是虽然讲还在做梦的计划，但是也在计划开始这个一周的时间，冇有过动这个上唔多事情。其实哈我在海外的买嗰度过精彩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中华嘅王美田，同我哋分享讲，几时节以拿到我哋学位去中国计划嘅钱，去德国还有意大利去参观的一个情形。我想请问一下，后来你从德国跟意大利回来之后啊，您回国之后，您这样陆陆续续做了哪些工作？我大学后来还回去念1学期。那后来出来，我就去当那个驻村艺术家，在鹿港规划一项艺术村，然后还有台中的20号仓库铁道艺术村，然后19年底吗？对，我就到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那边进驻，对。所以说，当驻村艺术家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我觉得当驻村艺术家，如果在台湾的艺术工作里面，它应该算是一个蛮有弹性的选择，因为我们就可以自己很自主的安排时间，然后可以跟民众进行互动啦，然后也可以透过他们看到我们创作的一些想法，那再引发你后续想要再进行的一些安排。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蛮有吸引力，对。但是如果要考量到经济层面，所以后来我那时候也开始接教学。虽然那时候刚开始觉得教学非常紧张，尤其要跟家长接触，我那时候很怕跟大人说话，所以如果教完小朋友，我就去家长要来的时候，我就去洗手间洗那些用具。对，那真的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一段历程，就从我原本很专注的想要进行创作，然后一种跟自己内心的对话，喃喃自语，然后到后面真的是有一点缘分的关系进入教学的场域，然后再到彰化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艺术教育硕士班进修。我会希望自己的教学是可以去做到，不要像是我小时候不喜欢某些老师的教育形态啦，或者是说我自己成长历程，我觉得怎么样的艺术教育是特别好的，那我就会想要这样去带给孩子。可是其实在我自己摸索的方式里面，其实有时候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有条理，或者是有层次的。那在我硕士班训练之后，我发现其实结合上理论的爬梳，然后再结合我在现场持续的去做一个循环修正，反而我觉得我的教学模式可以再更扩大。而且过去我就是真的比较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到接触到学生，尤其又接触到特殊生的时候，我觉得放下很多自己的期待。就是以前我可能想给孩子什么东西，然后虽然我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形式，可是我觉得当你遇到特殊生，你会发现说我们不是要做教育我们其实是在陪伴他。那也许是透过艺术这个也感动过我的东西，然后我透过这样的媒介，然后去跟他对话，然后你可以透过观察欣赏他的作品，然后可能过程中你看到他那个一个眼神的变化啦，或者是说他的一个小进步，发现到说我竟然可以因为自己喜欢的事去影响到一个家庭。就是我发现过去我其实念教育大学，我并不想当老师，对。可是后来我发现原来教育它是很宽广的，而且非常有影响力，它是一个持续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可能性。当时带领你走出那一段幽谷的艺术，现在让你也借由的艺术，让你去带领某些人去做了一些改变。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吗？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这是真的就跟艺术育疗里面讲的自我赋能是真的就是谋合的。因为我觉得在这前10年，其实我的教学主要是面对幼儿园，然后还有小学的学生，然后在混龄的班级里面。那可是我觉得这10年，我终于好像填满我小时候某一段我觉得还自己没有那么满足的地方。然后到现在，其实我刚要去接任国中的时候，我非常担心，我想说我可以吗？然后虽然之前都有去讲座，可是我不确定。但是我去的时候发现，哇，国中生也好有趣而且被老师特别点名的班级，我就跟他们更好。然后特殊生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其实我后来遇到很多特教老师就说，
哇，你们班就是结合这么多种障碍类别，然后你一个老师要去 hold 住这10位，里面5位特殊生，然后5位是各班导师挑出来的头号人物。你竟然可以去做到这一件事，那我就觉得就是我过去没有想过，但是我也在这一段历程发现到我的限制。就是以前我其实对于教育是觉得老师是不能犯错，老师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楷模。到我发现其实人都是脆弱的，有时候你其实在孩子身上发现他就很努力了啊，然后他就已经尽他全力了，我们要的是等待，或者是说去观察，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些他要的东西就好了。然后其实要拉长时间去看，才知道说你到底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就是等于如果其实也团体的高吼，比方这个嘛变得让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了，然后以前的很多的那种想法都其实都觉得不然是释怀了，不然也真的是慢慢的放下来了。但是里面的现场大概有多作品嘛，哈，那边同样的观众朋友收概好，像那个扇子是什么时候的作品，以及它代表了些什么样的意思啊？蛮有趣的一个生物。我如果是个人的创作，就比较多元素里面刚好都有眼睛。这后来就是别人跟我讲，他们就说美婷要画很多眼睛啊。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怪物，所以我就会照着内心的感受，然后就会创作出这些小作品。对，然后画的时候基本上比较偏向都是我当下的一个心境。那像中间这个灯箱，这个作品本来也是在我的小画册里面。那有时候有一些游客来，我可能就觉得跟他聊得蛮投缘的，我就会跟他们分享我一些创作啊。好多人就说，这个七彩与黑白这幅作品啊，他们很喜欢，就说，你有要出明信片吗？有没有要出成商品？那时候我想说，这一幅我觉得很普通，因为当时我只是想说，就是画完，然后我发现说好像是有一个彩色的角色，然后有人说很像马来貘，有人说像狗，然后它下面倒映的好像是它的影子。我那时候解读到的是好像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影子，然后可是这好像就是默默陪伴我们成长的一个元素。对，然后他们问完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一个好像蛮厉害的哦。我后来有出成那个行李箱和背包，然后真的就是不同国家的人来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台湾不管什么年龄的，我发现大家真的就超喜欢七彩与黑白这个角色。对，可能真的是不同的眼神用，然后有的人看好了，表面上会讲，但是迷的你包风吕的养的用啊。像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其实像是中间这个好像是你跟桃园的一个客家文物馆所结合的一个作品，是不是？中间那个客家葫芦娃的部分是应该14到16年的期间，那时候我还在桂花巷进驻，然后他们有邀请我去做教学。那其中一个课程我就是设计客家葫芦娃，然后结合上就是葫芦本身它的特质很天然，然后我会带孩子去透过五感的感受，就是听听声音啊，闻闻它的味道，然后摸一下它的造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跟他培养感情，就是比如蓝山啊，它的开襟是往哪个方向，然后它的那个袖上面的颜色啦，或者是说它的发髻是怎么样去绑的。然后那时候其实就会跟小朋友介绍完，然后现场带他们去创作。那这2幅呢，好像看起来是像生漆的一个作品，是不是？对，那个中间这个区域就是有小感动生肖啦，还有那个茶针茶折，然后茶席这个部分，那个是我在因为文化资产园区里面进驻，而且我们业者会被要求说，希望你可以去参加传艺的课程，就是让老的匠师然后来带领我们，然后进行一个创作的发想。那我在里面其实我有唱过什么令草编织啦之类的，我就很害怕。可是生漆是我从第1年参与到现在第4年。我超喜欢的，因为它虽然生漆它本身如果有的人过敏反应会非常严重，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它很有趣，因为还要观察它的温度啦、湿度，然后还有说我很不喜欢去打磨，要很有耐心，就像我们篆刻也要打磨。然后可是后来我自己就有发现到说，当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创作的媒材
然后来表现的话，其实我就不会被它束缚住。其实老师也发现到我的特质，有点像说他们日本在做实绘，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呈现而已。对啊，后来其实我就走出自己的风格，像3月份的时候嘛，老师就有邀请我一起去丰原奇艺馆，这个作品就有去那边展出这样。那我记得其实在今年大概在4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你有一个展览嘛，是不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这个展览的内容是什么？我的那个个展名称叫做艺术旅程黄美婷个展，然后地点是在彰化的国声广播电台。对啊，那时候蛮感谢，就是董事长朱世云教授，他就邀请我回去，因为10年前我曾经在那边工作过。他就很鼓励我说：“美婷，你不用管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很新的作品？”他就说：“你把过去那些作品整理一下拿过来，只要是那个原作，他都很喜欢。”然后后来我就挑了65件左右的作品过去。那主要展出的就从我高中开始画插画的第一个时期，然后有放一幅《春之颂》，然后到后来在开始艺术进驻的时候。在桂花巷艺术村啊，然后还有创作《蓝色狂想曲》的时期，然后还有我在硕士班硕一刚进去，其实有很多不适应。那时候晚上会回文资园区创作，然后画了一幅30号的油画作，然后以及说19年的时候，因为有跟林桂香老师合作，我们得到一个就是文化部奖助啊，出版另一本新绘本。那当时就把4幅原作挂出来，然后还有阿敏谷的绘本啊，然后还有我其他3本合作绘本的实体就有放在那边展出。然后也有像那个12到16年就3趟我去德国的旅程，然后我把一些绘画手稿也有呈现出来。除此之外，其实你有一些东西是放在云端上面嘛，或者我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是可以看的。对。可是其实虽然讲我哋年轻係伊哋好容易，但是因伊開學嗰時同人哋客家文化要接觸以後，你可能即個其實一生以內伊哋藝術的伊哋我哋講想法啦，我哋講藝術的做法嘛，開始有一些改變的。今天非常感謝美婷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接受那麼精彩的訪問。好，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再聽下咱先生來傾下運動哦。阿肯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